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月31日下晡新闻，我是朱永韶。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新闻重点。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正式交接上任，伊表示这是这世人上尾一个公职，会尽全力拼。捷克新总统帕维尔昨和咱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伊对中国的态度较强硬，强调台湾是当相信的东坡，无应该受威胁。新北市只有人食酒赛车，赛倒冰向弄死一个阿嬷。根据统计，新北一个月就掠超过700件酒驾的案件。先来关心咱的行政院长，新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是正式交接上任，伊表示这是伊这世人上尾一个政务人员的公职，会尽全力拼。因那苏贞昌表示，落任了后也有真侪代志会使做，服务就是伊的职业，伊袂退休。国家若需要伊，伊随时拢会来到斗相共。我想，一向从容优雅的大人哥，你的苦日子要开始喽。行政院身躯内阁31交接，苏贞昌正式交付陈建仁，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监高人。各界关注苏贞昌的后一步，伊强调无要退休，下任有真侪代志爱做，也会当做查某囝的司机。我想要说。我力量虽小，但国家如有需要，都剩我一分呐。今天苏院长功成身退，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我要向苏院长说声感谢，也要说一声辛苦你了。陈建仁表示，4年前担任更高人轻松真侪，即马爱上达重任，引用圣经中所讲到的，需要做众人的仆人。也表示，虽然大家信仰拢无同，也毋过服务人民都是阮共同的信仰。那行政院长会是伊最后一个政务公职。这个职务将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政务人员公职。接下这个重担，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全力以赴。没有悬念。换上苏贞昌了后，新内阁团队也交接上任。这摆毋但女性顾范增加，也增加下任地方首长，包括行政院副议长郑文灿、内政部长林佑昌。陈建仁也勉励团队爱积极，这一年无放量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伊3早是对日本到台湾访问。按算要拜会总统蔡英文、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还有国防部等部会首长。那 NBR 的访问团呢，是应我们政府的邀请，在今年的1月30号到2月4号来台访问。在台湾访问的期间呢，也会觐见蔡总统，并且接受本部部长的款宴。那另外也会拜会国家安全会议的顾秘书长、国防部、经济部、陆委会。国防安全研究院跟台湾民主基金会就台海及区域情势议题广泛交换意见。戴维森这届访问日本甲台湾，其实是真低调。根据日本共同社的专访，戴维森认为中国有权会伫2027年进前拍台湾。伊讲习近平伫20大演说有讲到，袂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戴维森以这个讲法做根据。认为伊家己的推论是真有可能发生的。那捷克的总统大选呢，是由捌做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这个退伍将军帕维尔选赢。伊主张对中国和罗西亚的态度拢爱打压。咱国的总统蔡英文在第30暗有和伊通电话买15分钟。帕维尔强调台湾是会当相信的东坡，也支持台湾，认为台湾不应该受到威权的威胁。总统蔡英文甲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伫台湾的时间30暗6点通电话要到15分钟。台湾是帕维尔第一批通电话对象，伊讲台湾是会当信赖伙伴，支持台湾无受威权主义的胁迫，希望有机会甲蔡总统见面。61岁退役的将军帕维尔当选捷克总统，因边爱国家斯洛伐克的总統卡普托華也伫咧現場給伊恭喜。Vidím, že v této volbě vyhrály hodnoty. Vyhrály hodnoty jako pravda, důstojnost, respekt a pokora.
微博讲，因两个人拢是代表反民粹气质。即便捷克总统大选投票率达到创纪录的70.2%，帕维尔以58.3%的得票率击败现任总统齐曼支持的对手，也就是后亚人前总理巴比斯。Myslím, že všema zazněla naděje a všem se ulevilo, všichni slavili. A novému panu prezidentovi moc držíme pěstí a moc se nám líbí. 帕维尔捌做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加捷克陆军参谋总长，军人的资历几多遍得到勋章。伊的立场是亲欧盟北约，主张对中国加俄罗斯强硬，支持继续军援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推特恭喜伊当选。台湾捷克关系最近正好，2020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无顾中国反对来台访问。因为台湾跟捷克无正式的关系，路透社报道讲，蔡总统甲帕维尔通电会正特别，是外交突破。虽然捷克总统是象征性的职务，也无犹有总理甲央行总裁任命权，也有外交政策的发言权。帕维尔当选了讲，对台海两岸采取一中两制，也就是承认一个中国，也毋甲台湾有特殊的关系。中国外交部是希望捷克会当遵守一中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景气的消息，台湾经济研究院今仔日公布讲，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58%，这是比去年年底估计搁较减少。意思就是讲，要保3%是真困难的代志。学者也表示，受到国际经济无好的影响，今年的经济成长也是靠咱国内的消费，搁有政府投资来救，前景犹原是真无乐观。台湾经济研究院3日公布，台湾2023经济成长率2.58%，偏去年底估计数字下修0.33%，也比主计总处估计2.75%较低。大家认为，受到全国去年通货膨胀、货币紧缩等等冲击，经济成长放慢，影响会延续到今年。国际情势上半年可能表现乐观程度并不高，所以我们的贸易跟我们的投资，尤其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主要下修的部分在于贸易的表现，还有民间企业投资的表现。至于我们内需的消费，还有我们政府的投资、公营事业的投资，其实是今年支撑经济的主力。大建表示，虽然中国疫情管控放凉，可能带动国际经济，但是会使带动偌济社会形态敢未改变，拢搁爱观察。伫台湾关注的资通科技产业部分，因为主要国家经济表现无好，消费性电子产品需求减少，今年的成长爱看国际趋势。那半导体在高阶制程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很多 ICT 业者都说他们上半年在应该库存上半年可以打掉，但是下半年到底有没有新的需求？要看通膨。有新的需求才会回补库存。另外，大建议观察去年12月制造业甲营建业连续2个月未来景气看好都提悬，但是续落来国际情势变数抑阁真大，短期趋势抑阁爱观察。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即马景气无好，万项拢咧起价，亲像即个连锁的卖卤肉饭的店，胡树场特别对2月份开始要起价，有10种便当要起5块，鸭卵也起1块。商品是平均起5%，不过业者表示，若是伫店内食，大部分的商品拢会维持原来的价格。鸡腿煎甲芳公公，佮加上菜色来做配色，这是出名连锁卤肉饭胡树场的招牌便当。不如个从2月初开始，想要找到这款的好食面，唔是咱山啊介绍就买会到，是爱一张100块的纸票啊。人力薪资成本与原物料不断上涨的这个压力。所以有点撑不住了，所以说经过公司审慎的评估，决定从2月1号开始，会调整部分产品的价格。我觉得偶尔吃一次啊，1个月吃一次还可以，如果一直吃的话，我会觉得受不了啊。它涨了好几次了啊，那个内容也没有比较好啊。胡树场的强调讲，因为营运成本起悬，还有原物价起价，故不二种才来起悬这个计数。甲看过去，胡树场的捌伫个疫情进前，105年的年底调关13项物品，108年又搁调关47项物品，一直到109年的米味开始才无起3年，到今年过年了后，搁宣布讲10项便当要调关5块，鸭卵起关1块，平均起的程度是5%。毋过要顾虑到消费者的感受，除了讲鸭卵以外，伫个
店内现点的这些产品拢无起，只是受到国际物价通膨的影响。亲像汉堡王嘛，甲部分的汉堡价，这款单点的起关4块到20块3不等。小美红豆粉粿的鸡仔饼嘛起关5块银。汉来海港的自助餐厅2月份开始的假日暗顿嘛，都要加开80块银。2月份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相较于1月应该会稍微高一点我们如果说在参考去年的基期以及国际的原物料走势的话，那我认为3月会有机会呢，这个通膨会往下。选伫个年后，火手厂的带头来起价，其他的餐饮业者是毋是会对得起，嘛引起外食族的关心，就惊讲下包会哪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行政院办交接，就环保团体来到经济部的门卡口煮咖啡，因邀请新的院长陈建仁，佮有继续做的经济部长王美花来啉一杯苦的咖啡，体会人民受到空气污染、为健康付出代价这款可惜的滋味。因也呼吁政府得要紧加需要高能源、污染真严重的产业，转做对生态友善的绿色产业。甲咖啡担搬去经济部外口环保人士现场煮咖啡，并请新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也佮留落来经济部长王美花啉一杯可惜的咖啡。来自台南的代表指出讲，这咖啡是产业，互人民付出健康代价。经济部莫可用过去辅导或者是奖励政策来补贴开能源、开水、佮碳排、钢铁、石化、水泥等产业。呼吁陈院长就要了解民众的苦。昨天是春节开工的第一天。我们是吸着空污来开工的那希望我们这个陈建仁行政院长呢，能够苦民所苦。环保团体加这咖啡也佮绿地旁观权，希望陈院长传领的内阁会当加速产业对咖啡色转做绿色，严格管控咖啡色产业的规模，进行用水、用电也佮废弃物的总量管制。希望当年都会当减重。另外，以减碳来讲，环保团体希望制定更加严格游戏规则，比如讲扣更较重的碳税。提出对核色产业有诱因，或者制定有残酷游戏规则的和产业转型政策、核转绿政策，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环保团体表示，人民所期待的陈建仁是重做一个健康的内阁，也呼吁经济部唔通做大财团的小妹，环保署也唔通做经济部的细汉的。经济部也针对绿能进度拖慢等议题来回应，强调再生能源设置已经有明确成果，2025年会如期达成29 GW 总增值用量。也若讲到用电大户条款，已经将各界意见列入去检讨，2月7日会开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伊食酒赛车，佮驶倒冰向，结果弄死一个69岁阿嬷。而且这个查甫人的酒测值真悬，有到0.57毫克。根据统计，双北一个月就掠超过700件食酒赛车骑车案件。提醒民众唔通感觉是一个无啥，会使骑车赛车，甚至有可能会害着家己，佮害死别人。穿红衫的负责人赶到大包细包，伊咧看有车来无，才当要过车路的时阵，去互一台车直接甲弄掉。真侪警消微调的，这个负责人去互车弄一个喷飞几落公尺远，倒伫咧涂骹，已经无喘气。紧急甲送医了后，要是救袂回来。第一时间我是带小孩子坐车子啊，小孩子有听到嘣一声很大声啊，附近的人还是怎样，有听到人在哭的声音，我就跑过去看啊，知道是认识的。肇事的轿车烟瘾挂拢冒气，还佫有弄到的分热。这件死亡的车祸就发生伫个新北市汐止石平路一段。69岁姓苏的负责人，30日暗时7点外才打出门尔。要过马路的时阵，去互55岁姓罗的查甫人，伊驶车食线甲弄起哩。警方到现场了后，发现讲，这个驶车的人，伊酒测的每公升有0.57毫克。他这边有时候扫地啊，他也在做志工啊，很热心啊，很好啊，在我们这边都很好啊。负责人死亡的消息，互附近的厝边啊感觉真唔甘。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因的家属甚至搁伫边啊，事后无愿意加回应啥。因若警方调查，肇事的驾驶伊是初犯，
不过啉酒还佫来赛车，除了讲涉嫌公共危险罪，还佫触犯着过失致死罪嫌。不二个，警察掠啉酒赛车，台北市到今年统计到1月29，都拢总有278件；新北市到30，嘛有430件。警方一直咧讲，啉酒唔通赛车，咱嘛唔通即耳听迄耳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路道一间楼仔厝3楼的不当，早暝是灰烧佮爆炸，这玻璃扁去，摔到一只经过的轿车，加在落尾是无人受伤。厝主表示，不当有放一罐雅士的干仔，可能就是着火烧到这个干仔才会爆炸。不过详细原因该调查。规涂卡的碎玻璃，桃园乐德区爱国1路一间透天厝3楼，30开工日迄暗，突然着火烧起来，也阁发出一声真大声，玻璃碎裂喷出来。消防队接到报案，派出消防人员18名，消防车7台，加救护车1台，前往救灾。好在在厝主规家伙大细拢走出来，无人受伤。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有红色的火焰窜出，在3楼的地方，经查为神明厅着火。那现场的话，有玻璃的碎片的话散落，砸伤到车子。为行车记录器正面顶面会当看到，并家厝3楼呛出火，车辆经过突然一声真大声，将徛架玻璃震破，散落伫大马路。火灾发生迄当时，一台便路拄好经过，无过强扫到。附近民众听到这么大声，马拢惊一跳。我就开车经过，就嘣了一声，我就发现我车上全玻璃对哒哒哒哒哒哒哒，走过来就看到火了。嘣一个啊，嘣就一声啊，我以为，嘿啦，它应该是气爆吧？你无我玻璃拢破啊，拢搬出来，因为我规个玻璃拢破掉。厝主表示，佛堂无明火，初步了解，佛堂内有放一罐细罐的加湿罐，应该是火灾发生引起起爆。那个打火机如果没有油的话，我们就添加那个瓦斯。那详细导火原因，到底是佛堂内的电线小拍电，还是烧香无细致引起的？火调人员有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小琉球白沙尾渔港，昨暗时发生火烧船。这只入港的渔船，伊是常常着火，加在这个火真紧就拍花去啊，无人伤亡。不过规只船烧烧去，对船主来讲是损失上百万。暗暝中的海面顶，火烧甲光影镜，一只本来停伫咧白沙尾渔港的渔船，毋知什么原因着火，规台烧起来。民众惊讲会烧到边仔的船，赶紧用锁啊甲其他的船诱开。那旁边那大烧船差点被波及到。那现在消防队跟海巡都在待命因为起火都有油，希望用泡沫式灭火，那油不要溢出来。初步了解，这只叫做国泰的近海作业船，普通时拢伫咧小琉球的近海掠龟头岛。30暗7点多入港停靠了，船长就返去厝休困。无想到讲，尾下就人发现船着火烧起来，消防甲海巡人员随赶到现场救援，好在在无人员的伤亡。屏东县小琉球傍晚7点23分，有一艘渔船稍早发生火警警消到现场抢救，目前没有人伤亡。为了要避免火锅团火，消防人员是喷化学泡拍火，好在在伫半点钟内就把火控制掉。不过开工第一天，探测的机师就互火烧去，损失估计有上百万。因那导火原因也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注国际消息，法国甲澳洲是发表2+2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不过，面对中国的威胁愈来愈严重，日本也是有准备。亲像三经新闻就报道讲，假使讲中国若侵入台湾，日本规划要疏开附近5个外岛的民众，按算对3月份就要开始演练。面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日本党内人烦恼台湾有代志。根据日本三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规划若讲中国侵略台湾，与那国町、竹富町、九湾区、多良间村甲永高岛区5个离岛，为了避免互战火扫到，拢会撤离避难。预计3月都会实施演练。日本呢，近年来一直在做一个冲绳诸岛的一个军事部署那
这样子，而且呢，也有定了这个撤离计划呢。那显而易见的，美日呢，他对台海这个部分的一个介入已经是铁了心，而且是势在必行。这个中国呢，自然要武统台湾的时候，他必须也会去针对这个冲绳诸岛去做一个攻击以做到这个一个反介入跟一个区域拒止。毋但日本烦恼台海局势，法国甲澳洲发表的2+2联合声明，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两华问题，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声明中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国家台湾侵华关系力度比2年前的声明更加强烈。面对强军继续威胁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被访问北京，可能对中国表达关切台湾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中国外交部强调，台湾是袂当超过红线。那布林肯有计甲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真光会谈，这是继4年了后，再度有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记者综合报道。战争也未收煞，欧美继续提供乌克兰军事的援助。美国随望提供先进的战车，不过总统拜登第30页表示，未提供乌克兰 F-16的战机。荷兰是讲无收到乌克兰要求战机的请求，法国讲无排除任何可能性。另外，两位甲美国有合作发明一套国家先进的防空系统，这是对乌克兰防无人机和飞弹有真大的帮助。西方各国陆续宣布扩大军援，乌克兰主力战车，美国也要提供31台 M1 埃布兰战车，加上德国製的8-2。英国的挑战者2型战車，烏克蘭將有數百台主力戰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繼續尋求戰機援助，不過美國總統拜登30表示，戰機無佇談判桌頂。烏克蘭戰爭爆發未滿1週年，有報道指出，拜登考慮伫2月24訪問波蘭，不過伊回應時間也無確定。烏克蘭繼續尋求軍援。澤倫斯基呼籲美國及時做出強國有力的決定。法國甲荷蘭攏表示無收到烏克蘭有關戰機的請求，不過荷蘭總理再次表示，目前無可能提供。Helemaal eens, er is helemaal geen sprake nu van leveranties van F-16's aan Oekraïne. Er is helemaal geen sprake van. Geen verzoeken, geen taboes, maar het zou echt wel een hele grote volgende stap zijn als het ooit zover komt. Dus dat is nu echt niet aan de orde. Par définition, rien n'est exclu que nous apprécions toujours les choses au vu de 3 critères. Le premier, c'est que ce soit demandé, utile, compte tenu des délais de formation de livraison pour l'armée ukrainienne. 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双方国防部长会伫巴黎会面对乌克兰提出的需求，法国拢会直入考虑。不过也警告，安尼可能会互冲突升悬。另外，这套由美国雷神公司甲挪威合作研发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去年底陆续移交乌军，大大提升乌克兰防防。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是美国部署伫华盛顿特区4个位用来保卫首都空袭，是乌克兰得到的第一种先进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会当防御无人机、飞弹甲飞行机的攻击。公司新闻郑伟霆编译。伫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城市，有一间含警察总部共一区的清真寺，3日受到自杀炸弹的攻击，至少造成88人死亡，157个人受伤。这个警察的伤亡是特别严重。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指挥官承认犯案，不过这个组织的发言人却随发出声明，讲这不是因做的，因为因未去攻击宗教的场所。怪兽一里奥，搜救人员大家最近将大石头撒开，发现爆在清真寺是一个西北部城市白夏话，甲警察总部也有一个反恐部门伫咧同一个区域，当局怎么伫咧调查炸弹客是安怎入去这个安全戒备正关的区域Munga takriban nimat tayari ko lo Jumat tarawanu pas Koreanu ki uchide ki pa masjid ke dan blast show
清境市迄当阵内面有300-400位信众，一个自杀炸弹客徛伫咧规人人内面，引爆身躯顶的炸弹，规个厝顶绑来，真侪死伤者拢是警察。巴基斯坦塔利班 TTP 有一个指挥官莫曼德伫咧推特大文讲是因犯案，验过几点钟了 ，TTP 的发言人胡拉萨尼讲，因组织一向是未甲清境市新学院甲宗教场所当作攻击目标，也讲参加这种行动的人可能会被听犯。验过相关声明并无讲为什么一个指挥官会家己宣称犯案。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去看受伤的民众，慰问家属，讲一定会对凶手采取严厉行动。巴基斯坦大部分拢是逊尼派穆斯林。去年11月 ，TTP 甲政府军达成停火协议，不过攻击事件也是有增加无减少。双方几多年来的冲突一直拢无法度解决。TTP 伫咧2007年出现，伫咧2014年一遍军事行动，互军方强烈镇压。了 TTP 就讲，即个来针对国家安全部队发动攻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伊朗研究核量武器的一个军工厂，伫礼拜暗时互无人机攻击，造成爆炸，虽讲是无人伤亡，不过有消息讲这是以色列所做的，这也互伊朗甲西方国家的局势更加紧张。不同的所在传来爆炸声，暗时的天顶火星看甲真清楚。拜二暗，伫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一个军工厂，互小型的无人机攻击，其中一只互防空系统拦截，2只落地防具陷阱炸掉。官方讲无伤亡，敢若造成小部分的破坏。این اقدام بزدلانه امروز انجام شده دستگاه امنیتی ما با اقتدار در راستای تأمین حداکثری امنیت ملی کشور عمل می‌کنند و چنین اقداماتی نمی‌تونه تأثیری در无表明凶手是啥人，伊朗这个言论煞让人想到伊的敌人以色列，甲伊的盟友美国。以色列军方虽然无愿意评论即摆的攻击事件，过去煞捌表示，若讲外交无法度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就会将伊朗当作攻击目标。美国是澄清无参与这场攻击，同时甲美国参伊朗友好的卡达也表示关切。قضايا متعددة محيطة بالاتفاق النووي. من وجهة نظرنا أن الآن هي الفرصة مواتية لحل بما يخص موضوع يخص هذا الاتفاق وليس في الصلب بشكل مباشر ولكن هناك قضايا مختلفة أيضا محيطة به. 即摆防攻击的伊斯法罕是伊朗核子研究重镇，这个地区的核设施去年才传出会当提炼纯度达到60%的浓缩铀，又在2015年签署的核子协议边缘。除了核武问题，最近伊朗政局也无啥稳定。去年9月，国内爆发反政府示威，也佮传出提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协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造成伊朗佮西方国家的紧张情势真歹缓解。公司新闻刘岩编译。在美国乔治亚州一个城市，顶礼拜六发生一桩警察救贼头的事件。贼仔甲警察车头驶走，结果驶到半路煞并车，佮掉伫铁基路顶头，险险着互火车交过去啊！加在一路救来的警察，即时甲这个贼头救出来，贼头才逃过死劫。警方的盘查，后壁边常常出现状况。Yo, back up! Get out of the car! Here, 1410, someone just got in my patrol car. 因此，停在路边的警车就安尼互人驶走，去甲警察赶紧通报掠惨。这例喊的场景是发生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顶礼拜六，警察拿检违规的车辆的时阵，竟然有大胆的贼头伫太岁头壳顶动土，直接将顺路车驶走。亚特兰大市警局出动直升机陆空追捕。这贼头一路骗车，车辆是空并车，拄卡伫铁路顶悬。这时阵拄好一台火车驶过来。原本被猎人警察看到火车接近，正做救人英雄，就伫列车特别弄到的微表情进前，及时将嫌犯为驾驶座救出来，惊险过程互人流凊汗。警
警方了后确认这贼头是29岁查甫人帕克。伊甲一开始因为交通违规，互人查落的司机无关系。为什么要偷警车？议员会去调查。虽然帕克的名是保掉的，不过也是要为偷车行为付出代价。警方已经依照尺度夺走鲁莽驾驶甲阻碍损坏盗窃财产等，将伊移送法办。公司新闻是反映报道。镜头倒来台湾，咱来看今年中台湾的灯会，按算是对2月初4到2月12，要伫台中的中央公园举办。市府表示，今年会有6个主题灯区，阁有超过30趴的大趴灯火，要互民众来欣赏。不过拜六要开幕啊，现场阁是咧施工乱糟糟，停车的标示也拢无啥清楚，互民众感觉真困扰。趁着天气有较烧热，未少民众来到台中的中央公园，想要来看卖头一摆伫遮举办的中台湾灯会。不过民众开车入来，没有厝内底人伫倒位落车，拢唔知影。像那个停车格可以一直画，这个一直红线，那么多的红线有什么用？未少民众表示，因为带着长辈，只使聆听伫车道或者是红线区，阁有人为着要找灯区，开车驶了几年，真无简单找着灯区。附近选无停车场，只使停伫上外口的停车场，行路2-3公里才有法度到会场。南边那边有几片那个就泥土地，用绳子拉的那个停车格啊，就看那了再过来这个精华区都没有。比较远的地方就有一些标示进来。别到进来之后才在匆忙的找。虽然市府今年头一摆采用水上主灯，嘛规划了6大灯区，超过30座大型的灯组。不过，今日2月4号，活动正式展开，只有剩几工的时间，整个园区阁伫施工，看起来就亲像大型的工地。而停车标示甲动线不明等问题，嘛有附近的居民真烦恼。几工的灯会活动，交通可能大拍架。北侧、南侧。地下停车场及路边停车格外，周边还有临时机车停车区。为避免交通阻塞，影响观展的好心情，建议多利用绿色运具。台中市府表示，目前包括着南端甲北端的停车场，加上市府另外规划场地，预算会使放5000台汽车。若像个机车的停车位，不管是呼吁民众，会使用这份转接驳车的方式来到会场，避免塞车的困扰。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年过期的假期，伫垦丁嘛是闹彩彩，人真多。不过初五煞有摆大的头家，熊熊着先警察，民众着赶紧去摕派出所的即个 AED 要甲伊急救，所发现即台 AED 早就歹去啊，落尾是用 CPR 来救人，甲伊送病院。警方表示，即个 AED 是厂商送的，后来因也拢无来保养，即卖已经先打各种的标示，会赶紧联络厂商来修理。救护车驶到现场，民众赶紧带路救人，因为有大头家敢若心梗塌，想要用 AED 来救人，煞是歹去的。厂商说要来维修就对了。日落暗时，伫咧垦丁大街卖调酒的大头家熊熊心脏定去，附近的民众看到了后，甲派出所讨救兵，嘛甲放伫咧门口的 AED 摕来要救人，所发现故障，赶紧甲即个大头家饲胸坎做 CPR 急救。凶悍就是那个要保养，然后到处就是可能就是大型的公共场所，就是要配护多一点那样。好佳在即个大头家救回来，不过设置伫咧派出所的 AED 故障，互民众无法度接受。警方表示，即个 AED 是厂商送的，无属于派出所，即马已经先打故障的标示。私人公司所捐赠，那放置在垦丁所内，且未提供相关的保养及维修经费，那至多年以后未能正常使用，已经没有厂商维护了。那设置单位也没有把它撤除，也没有移掉，甚至还登录在我们的卫福部单位上面的位置。这个是最危险的。虽然这 AED 是厂商送的，不过是放伫咧派出所，煞无法度运转，难免会引起质疑。台湾 AED 推广教育协会表示 ，AED 通常保固5冬，若是超过保固期，佮无定期来维护，就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状况。建议若是厂商无要维护，会当伫咧保固期了后，甲拆掉，也是打故障的标示。垦管处嘛提醒民众，垦丁大街头尾拢有官方设置的 AED 会当使用。卫福部的 AED 地图嘛会当查到倒位有设置。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民众都讲，有一个阿嬷走来游泳池加要受水，实际上煞是用内底浴巾仔来洗衫，佮甲即个烧水漏了，害来游泳的民众敢若会当洗冷水尔。民众呼吁管理员得爱阻止这种代志继续发生。画面内底即个救车的负责人，现在去用指控讲，伊早家己厝里的衫去烧水池洗，
虽然伊是有穿烧水衫，毋过煞无落烧水，颠倒是去浴巾啊，用烧水洗为出人在来衫，互其他咧洗婚书的民众会向抓无烧水。他刚在那边洗衣服，然后天气冷的要死，然后他还在那边抢热水，害我洗到后面头都是冰的，你知道吗？就规包都会。然后她老公会在外面接应她，就是开着车在停车场等她洗好衣服出来。这个事件发生伫咧花莲嘅安乡太冲烧水池，这个负责人的行为其实袂少民众都有看过，甲管理人员反映，煞是拢无改善，只好去网络顶铺文。管理单位才赶紧打告示，呼吁来收水的民众禁止做类似的行为。这个行为在规定上是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为了预防后续相关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们已经有先在场馆的主要位置有贴相关的公告，所以也请民众之后在使用场馆的时候，不要再有类似的行为。附近的民众认为讲，这个负责人都是因为收水池有规定，65岁以上的集会人会当免费入场，才会上空上芳。毋过收水池的烧水拢是规桶行的，若一个手用伤济就会无够。希望管理人员若是拄到有人违规的时阵，会当更加积极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总围有一个山区园区，四边有30公顷的土地，过去捌办过艺术季，迄时阵有吸引真侪游客来。毋过后来受到疫情影响，就无啥人来行打。地方认为讲，这无办艺术季，迄块土地就趴荒伫遐，安尼有影真无彩。认为爱搁整体开发。东北角的风景管理处是认为讲，应该保持这块地原来的地景，莫搁开发啦。因落尾会甲这个地方来参详，达成共识。以南洋溪出海口的海鸟为主题，打造装置艺术，边仔鱼仔造型的装置艺术，象征万物生态循环。这是进前伫总围旅游服务园区附近，由东北角风管处办理的地景艺术季。这个办艺术季的土地面积差不多30公顷，毋过煞长期放伫遐咧用。活动结束了后，嘛无好好利用，地方争取做整体开发，增加土地利用的价值。就是我拄要讲迄块土地来，当个整体做一个交给东北角去开发哈，不管做什么这样的建设，上起码讲安尼讲，绝对对迄个所在，它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跟注意啦。这块土地目前是由县府农业处来管理，经过捌讨论要去海洋大学，还有高尔夫球场，毋过煞是拢无影无迹。东北角风管处经过捌向县府争取土地移拨，希望会当做整体开发。因为这片土地挖海，海风是算叫，沙轮海所在，县府已经投入部分道路的建设，不过东北角整体开发的方向已经有转变。因为我们是打算说，可能还是比较朝目前的，比较自然的那个状态，不会想要去大兴土木。东北角风管处指出，这个所在无本数废弃的垃圾土、趴荒的土地，这农民嘛利用沙地来种土豆等等的作物。嘛有发展的空间，互游客会当欣赏地景、体验做餐、甲食农产品等等，无适合大规模开发。未来嘛持续向县府来争取土地移拨，嘛甲地方沟通，增加亲像地景艺术季这类的活动，增加土地利用。记者综合报道。粉林的马鸣山镇安宫是拜5年千岁，有一个食饭堂的活动已经停办2冬啊。今年元宵就要恢复办理，伊阁会吸引10万人来参加。这届是轮到东势的东安村来准备，四高地有油饭、炒面、羊肉汤，真侪好食的物件，互信众会当食好欢喜，阁食平安。马鸣山5年千岁元宵平安绕境食饭堂活动，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由594砖头信众共请5年千岁绕境祈安，每年轮流提供饭堂，要有参与绕境的信众和民众食平安。活动定吸引数万人来参加，但2年前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将恢复来举行。期待即摆疫情较缓和所以大家都希望讲会当按顺利来举办啦。迄是平安餐，5年千岁希望食平安餐。文管府文管处表示，马鸣山食饭堂活动和新北市偏溪天顶大量盐水风炮，并列为台湾元宵节3大民俗庙会活动。食饭堂第103年，目前是登录为云林无形文化资产。今年后半拄上假日。伊阁会吸引更侪信众参与。面临这新冠肺炎的这疫情呢吼，咱5年千岁吼，同款吼，要透过这个元宵节，同款祈安绕境，互咱乡亲时代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啦。毋嘛，敢若油饭啦吼，咱即马食饭堂吼，有真济吼，有个传迄个肉包，有个吼，也有迄个烘猪，嘛有羊肉，有足济啦吼。
今年和去年因为疫情关系接本大停办，今年轮值的单市向大安村就表示，大安村有850外户，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活动。元宵当天将会准备油饭、炒面和羊肉汤等美食，要来邀请各地信众前来吃平安餐。记者为你报道。今年台北国际书展是今仔日起过，今年的主题是活脱的多重宇宙，有真侪趣味多元的主题，要互民众丰富五感的体验。亲像囡仔册主题馆，就介绍10几种的海洋生物，那用手机去扫 QR code， 就会使听到海洋生物对你讲代志。时间危险，唔通挖紧。2023台北国际册展的公民册区以工地做主题，独立出版联名的陶瓷工地，台湾独立册店文化协会的10年工疗，还有 NGO 伫街路的政车，拢互人真有感觉。从开始之前就很期待，因为我过去大学是在高雄读书，那这2本都是以高雄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就觉得或许可以来看一看这样子。伫个册架顶头有来自全台独立册店分别推荐的10本册，还有册店内底这10年来一定爱读的册。台湾独立册店文化协会就指出，台湾有真侪业者当咧拍拼找机会。我们才会说也做这个地图，就希望让大家读者来书展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离开书展之后，也可以到各县市去看看，认识独立书店，那是我们协会觉得最重要的目的。来到海洋儿童主题馆，会当看到16种海洋生物的插画。半空中还有挂立体的艺术作品，用手机连接壁面海洋生物的 QR code， 还会当听到因咧讲台语。书当然很多人的时间会被手机别的吸引走，但是愿意看书的人、留下来的人，是愿意比过去付出更多的热情跟时间的。以活脱的多重宇宙做主题，互读者有丰富的五感体验。10点才拄开放，就已经有不少民众来。前国册顾问大地文化的董事长霍明义就讲，今年的册展更加会当感受到读者对纸本册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过去捌有40几年，拢由国民党共一批民意代表来掌握国会，互人叫做是万年国会。伫30当前的2月初1，总是结束这款喊国的威权威土，走向民主政治。立法院就办一个展览来讲，这30年台湾的民主是安怎行到今仔日这步。3、2、1，请剪彩。对，给点掌声来鼓励一下。迎向民主国会30年，立法院举办特别展览，邀请学者官员共同参加，为万年国会也百合学运一直到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回顾30当来的艰难路程。1980年代。台湾历经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与民意冲撞，终于在1990年代初期实现国会全面改选，选出的第2届立委，在1993年2月1日就职，正式终结长达43年的万年国会，也让立法院成为真正的民主国会，奠定了民主台湾的坚实基础。尤锡坤强调，国会是民主的根本，定期改选才通掌握上新的民意。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感谢前总统李登辉坚持改革，让台湾实现民意政治。另外，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嘛特别用英文 party 来比喻台湾政党生态的丰富性。如果一党的话，那就不是国会了。台湾的国会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是 parties。都是有复数的政党、多党的政体的存在，大家应该要战战兢兢的，因为你代表人民。民主国会30年特展，为1月31开始，一直到6月30，记录台湾国会全面改选的历史卡列。记者麦尚英、郑俊佑台北报道。农委会林次所甲成功大学组成一个团队，去到大安的溪水头来找树仔。因找到一个编号5521的台湾杉，有84.1公尺遮悬，这是东亚上悬的杉仔。咱做回来看。相片中，这丛山长的树，若讲你感觉看起来普普，迄就是因为你考了无够勤，真正徛伫树骹，人只有真细。抬头看嘛，无一定看会到树顶。为了确定这丛台湾杉到底有偌悬，公家手脚踏上升起，大喊一声了后，一步一步向顶悬爬起。想袂到，就直要到顶头啊，煞拄着一阵强风。
他在那边有点要晕船，他有点不太敢上去，因为枝条那时候已经蛮细了。然后后来风大概有停10分钟，他就赶快攻上去，然后再吹皮尺下来量。就伫一阵惊险中完成量测，这站成中伫台湾溪水头，海拔1650公尺的台湾山，达到84.1公尺。创下台湾，搁较创下东亚上悬的纪录。林志素甲上台组成的团队成员拢非常欢喜，因为伫真济60公尺悬的大树中是真特别，所以改号名台湾倚天镜。其实那边的大树很多，所以我们会有这个灵感，就是觉得每棵树好像在华山论剑。那这一棵树状态如何？非常健康啊。位伫雪山西平，也毋过伫水气济、高避风的条件之下，便和55214的台湾山伫青天顶。要见证这场霸主，团队要用7天的时间。虽然特别选伫台湾溪水量较少的寒天，先还习惯食真济苦头。寒流来袭的时阵，渡过冰冷佮强大的溪水，捌无想要活落去。也毋过青马就见证台湾No.1，规身躯佮充满热气，一直讲倚天一出，啥人会比的？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跨国矿业集团伫一个西澳的公路顶头，甲一个比井架较细、佮较细的放射性的物质拍毋见，伊也出面回实咧。当局是警告讲，爱至少离即个物件5公尺以上才安全。毋过要甲即个物件找回来，这恐惊是无可能的代志。就伫个2趟西澳沙漠1400公里长的公路沿路咧找，同款无进展的情况下，澳洲下国矿业集团力图正式来替这粒威胁有放射性物质铯137的壳仔来公开回释咧。We recognize this is clearly very concerning. And are sorry for the alarm it has caused in the Western Australian community. 一个消防部门的发言人表示讲，目前咧超找会优先考虑到人口较密集的所在，有可能就要开几落礼拜。当局警告讲，假使若有看到这粒壳仔，上介少就要离伊5公尺。Emits around 2 millisieverts per hour of radiation. It's around receiving 10 X-rays in an hour. If you have contact or have it close to you, you could either end up with skin damage, including skin burns, over a period of time. Our concern is that somebody will pick it up, not knowing what it is, think, oh, this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and keep it, put it in their room, keep it in the car, give it to somebody else. 这个比咱人指甲要较细，宽6米。悬8米的银壳仔，是对西澳洲酿满装箱上车，甲送到碧斯郊区的马拉加。这真有可能是因为规路坎坷一直害，致使装箱受损冷去。这个银壳仔才会落去。虽然讲车伫12来出发，不过一直到25才通报讲这个壳仔无去。专家认为讲，考虑到路线的长度，还有这个壳仔实在是伤过头细，要找到伊，就敢若亲像大海咧浮潜。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只乌熊是真出名，因为伊会伫翕野生动物的相机进前比自细，看起来是真古锥。即马就带你做伙来看。边仔面秀出闪闪的下海，正面露出大大粒的目睭。有当时还可以做个通知，镜头前这只乌熊，因为真啊翕相，即马变成美国科罗拉多州通人仔的大名称。We put a camera on a dead deer carcass that was hit by a car in November, just curious to see what would come visit, and we're thrilled to see this large black bear. 科州生态学家会伫野生动物出现的所在架设特别相机，观察记录动物的习性。不过多数的动物只会经过相机来吊竿停落来。不过这只乌熊唔但是停落脚步，也对着相机摆 pose， 留落400张珍贵的相片。Came by just for a few nights in the late fall. The bears are preparing for hibernation, and so this bear got lucky and had a nice big meal, and it hung out for a few days, and then we got all those photos, and then it disappeared, and we assume it went into hibernation. 当地居民知影乌熊出现是欢喜佮烦恼。专家指出，乌熊当地冬眠，未有安全的顾虑，因已经将相关相片公布伫网络上，互全世界乌熊迷拢会当好好欣赏这只乌熊的自翕相片。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
来看美国的科技公司发明一款新的技术，让农作物会当保持上青的状态，会使把这个食物的期限搁延长2倍到3倍，搁通减少软化气体的产生。一粒在长红的苹果已经采收好啊，准备送到成都包装的处理厂，为着让消费者买到上佳青的苹果，种果机的人并不是加速不流，而是使用新的保持新鲜的技术。一包细细包啊，就是农产品保持新鲜科技的新产物。芝加哥的黑索尔科技公司使用乙烯作用的一剂剂，因吸附水果实生产生的乙烯气体，减慢水果的脆色，再配合成都甲温山家庭的湿温度甲环境的控制，因有效延长水果的保鲜的期限。There's a constant balance that needs to occur in the supply chain with how much ethylene is there, how much temperature is there, how much oxygen is there, how much CO2 is there. 农作物的保鲜，除了保障种果机人的收入，更加重要目的是避免食材浪费，并且减少温室气体产生。根据统计，全球每年被弃杀的食物占总产量的1/3，而烂去的水果也会产生甲烷，增加温室气体累积量。而延长食物保持新鲜的期限，是减少这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加州的 Appear 科技公司对于水果的果子皮甲叶仔这部分提炼出保持新鲜的成分，研发出无食用食的水的保护膜。该喷伫水果表面会使减少水分的蒸发，延慢氧气进入表皮，延长保鲜的期限。真侪种有来的人就使用这项产品。另外 ，Arcevapac 研发食物原料制成的大素剂，会使吸收鸭装的青菜水果的湿气，并且抑制细菌的成长。这相片的覆盆子上关放2礼拜，正面是有放大素剂，倒边无放，正面的保鲜效果就真明显。They need different things. We can't just all shove them in the same room and say, you'll be great for a year. You have to do things, use technology like Hazel to take care of that fruit. 种果机人甲农产程度业者引进新的保鲜技术，结合数位通信科技，农作物的保存更加进步，让消费者规年拢会使买到真青的水果。未来这保鲜科技也陆续提出家用包装，消费者伫厝诶就会使轻松来保持青菜水果的鲜度。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古巴棒球队是世界出名，史上摕到冠军。不过，因为因国内政治佮经济拢无啥好，有真侪优秀的球员就放弃国籍，走去国外发展，也影响到古巴伫国际比赛的表现。去年古巴甲国际棒球总会来达成协议，允准予即个古巴球员会使伫外国的职业联盟来拍棒球，也会使转去国家队拍，免阁予人讲是背骨啊。希望会当甲这个人才留条咧。全队集合看声来上场拍棒球，棒球是这还无到10岁古巴囡仔上爱运动。维内哥上喜爱人是太空人队名妻一垒手古里欧，所以也想要对随伊的脚步挑战美国职棒大联盟。Yo me quiero parecer a Julio Gurriel. Porque es bueno y juega primera base como yo. Ya yo tengo como 12. Ahora que han firmado como 3 más alumnos míos. Están uno con el Chicago, uno que jugó Alex Sánchez, que estuvo con el Detroit. Tengo otros niños que lo firmaron ahora en Grandes Ligas. Bueno, que a veces yo me escribo con ellos. 不过，古巴过去唔准球员到外国拍球，真侪优秀的球员被逼来叛逃。2018年甲大联盟签订协议了后，到美国发展正做头回目标。到美国球员加6倍，造成古巴人才是流失严重，也影响到古巴伫国际比赛表现。Creo que son múltiples variables que han incidido en ahora mismo este declive del béisbol de Cuba. La primera de todas y la más clave ha sido el éxodo. En los últimos 6 años se han triplicado los números de peloteros salidos en comparación con la década del año 2000 al 2010. 除了甲大联盟达成协议，去年5月，古巴棒协甲国际棒总也签署协议，让古巴的人用伫各国的职业联盟来拍拼，无需要排到叛逃的罪名。古巴棒协强调，国内有真侪人才代表古巴棒球永远有光明的未来。Tenemos hoy también jugadores contratados por nuestra federación en diferentes ligas con gran calidad y otros que no son contratados por la federación pero que están jugando diferentes ligas en el mundo, incluyendo la MLB, donde el cubano tiene un gran protagonismo. Por lo tanto, nosotros decimos que el béisbol cubano sigue gozando de una gran calidad.
为了袂互人才来流失，造成红色闪电的为名来消失，古巴房协伫找解药。基层的教练也提出建议，发展合法的教育管道，才是留住人才上好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基隆到新竹是14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是15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是16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是18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是10度到18度。接落来到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朱英晓，咱期待再相会。